幫唔插手解決唔到嘅，就係所以民主黨咧就係將個聯邦政府不斷擴大。兩個政黨咧就多方面咧就同一個政黨冇乜大分別，好似外交咁樣，即係特別對中國嚟講咧，民主黨同共和黨咧就基本上一樣都係反華，就係咁樣。只係反華嘅程度同埋個做事方式係啦。就民主黨咧就比較着重常規，共和黨咧就冇咁着重常規，即係開口鬧嘅，國共前國共後咁樣，就即係冇當基本上即係冇當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國家嚟嘅，多年嚟咧，係啊，即係基本。